本案我们案发之后啊，警方是以车追人啊，将相关的涉案嫌犯具体到案，但是最重要的是本案的这个赃款的部分呢，目前还下落不明。那歹徒也拒绝去交代说这个赃款的下落。那当时他们在车上的时候已经开始点钞了吗？还是那个副驾驶座的人一到后座就想要把车开走？据这个监视器影像显示，歹徒那个被害人上车之后没有多久，应该是来不及清点现金就被这个歹徒踹下车了。所以他们之前有交易过的经验吗？双方还是这一次是第一次？据被害人证称他们是在案发的前一天27号晚上才在网络上跟这个对方自称是这个虚拟货币买家来达成交易，约定在隔天那个当面做交易这样。